粉的白夜。深夜12點，麵粉的塵埃在日光燈下緩緩沉降，像一場微型雪落在攪拌缸、輸送帶和我們的藍色工服上。一桶桶米漿，蒼白而飽滿，鋪滿了整片場地。機器的啟動聲不是轟鳴，是一種低沉的、持續的嗡鳴，仿佛工廠在沉睡中翻身。白天的拉麵氣味，那種帶鹼的、硬朗的麵香已經散盡。現在空氣裏是另一種更循順、更潮濕的期待。我的眼皮有些沉，深夜的班次，身體醒了，精神卻還陷在昨日的泥沼裏，半夢半醒。又是在這時候加的。女工用鐵鈎，當一聲穿開一罐罐植物油的鐵皮蓋，動作利落而習慣，不是想象中嘩啦的傾瀉，是從一根不鏽鋼管子裏，經由一個細小的調節龍頭，均勻細密地滲入雪白的麵漿裏。龍頭的控制關乎成敗，油太多，出來的粉會肥膩；油太少，又不夠爽滑。老師傅總說，這分寸就在毫厘之間。麵漿瞬間有了光澤，像被喚醒。熱板早已預熱，這加了魷魚水的漿流上去，只聽之地一聲輕響，一陣白氣騰起，帶着困倦的暖意撲面而來。然後那匹熱的近乎透明的薄膜便從那狹窄的金屬縫隙裏被勻速地無止盡地吐出來。我的工作台就是他第一個碼頭，我的手必須迎上去，掌心向上，指尖微弓，在它垂落的瞬間，輕輕托住那一片滾燙的柔軟薄膜，摸上手時還是暖的，帶着生命的餘溫。此時老師傅會不時走過來，不是用手直接觸碰，而是用一根細細的竹籤，極輕極快地撩撥一下薄膜的邊緣，或讓薄膜輕輕拂過它乾燥的紙質側面，感受那微妙的黏度與韌性。這是他的方法，比機器更直觀地判斷漿的狀態。質地煙韌，不容易斷，便是合格。這匹均勻的薄膜是我們所有產品的起點。它經過不同的摺疊與切割，便會成為3種不同的河粉：緊實的乾炒河粉、乾粉；爽滑的湯河粉、水粉，或是那薄透直接食用的粉皮。材料是同一桶米漿，命運卻在傳送帶的後段分叉。在準備米漿的間隙，我看到老師傅正用一桿老式的傳統磅秤稱量着一袋袋的米粉。那磅秤是鐵鑄的，秤砣烏黑發亮，秤桿上的刻度已被歲月磨得有些模糊。他調校秤砣的動作緩慢而精準，仿佛在進行一種儀式。我忍不住問師傅，為什麼還用這種舊磅？電子磅不是更快更準嗎？老師傅頭也沒抬，手指輕輕撫過冰涼的秤桿，說是工廠的傳統。當然也有一點點迷信啦。他頓了頓，嘴角有絲幾乎看不見的笑意。從我祖父開始到現在第3代都用着這個磅，用這個稱，分量從沒出過錯。心裏也覺得踏實些。這間廠1年365日日夜運轉，機器聲幾乎從不停歇，唯一的喘息只在年30晚與年初一。然而即使那短暫的休息也帶着緊迫感，因為年初2一早，機器便必須再度轟鳴，重新接上這城市永不滿足的需求鏈。疲倦讓時間變得黏稠，每一秒都被拉長。體力的消耗是明確的，酸痛堆積在肩胛和腰間，而精神的渙散卻是隱形的，像水滲進沙地，悄無聲息地瓦解着注意力。你不能走神，一走神，動作便慢半拍，那綢緞就會垂下起皺。於是我必須用意志力將渙散的精神強行擰緊，擰成與機器同步的一根弦。1、2、3，踏！1、2、3，踏！這節奏馴服了雙手，也必須馴服昏沉欲睡的頭腦。肌肉的勞累與意識的困乏在此刻交纏，捆住四肢，也拖曳着眼皮。機器是不會停的，它的節奏就是這夜晚唯一的律法。在這永動的流水線上，休息是奢侈且零碎的。喉嚨乾得像要黏在一起，或不得不去洗手間時，
你只能舉起手，向巡視的主管示意。他看見了，會點點頭，快步走來，二話不說便接手你位置上的節奏。他的手勢或許沒有我們熟練，但足夠穩健，讓那匹綢緞不致中斷。那一兩分鐘，你得以衝向水杯，或暫時脫離這蒸騰的熱氣。而他往往是在處理文單或調校機器的空隙中擠出這一點時間。沒有言語，只有動作的交接。然後你回來，他拍拍你的肩，又回到他自己的忙碌中去。這短暫的放風是緊繃弦線上一個小小的結，讓人不致斷裂。偶爾這弦會繃得更緊。牆上電話突然響起，主管接起，簡短應答幾句。掛上後，他會提高音量，平靜地通知某某餐廳臨時加單，今天要多做15板，或銀記粉麵要追加30斤水粉。話音落下，空氣會凝固一瞬。原本已望見盡頭的夜，陡然被拉長了半個鐘頭。沒有人多問一句，只是眼皮似乎更沉了些，心底那點對休息的渴望被悄悄嚇滅。手上的動作不敢慢，反而要更專注，因為疲憊的身體知道，還得在同樣的節奏裏多撐上好一陣子。那訂單白板上的數字被擦去，用紅筆寫上新的更大的數目，像一個無聲的倒數，重新開始。夜還很長，訂單的數量印在牆上的白板上，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終點。不到最後一板河粉搬上貨車，這流水線的圓舞曲，誰也不能先行離場。汗水是無聲滲出的，帶着疲倦特有的微鹹。工廠恆溫，但機器散發的熱，加上那源源不斷送出的帶着高溫濕氣的薄膜，讓這裡像個催人昏睡的暖房。最好體力的是將那一板板冷卻定型、切好的雪白河粉搬上運貨棧板。20多斤的重量，在精神飽滿時是勞動，在深夜的疲乏裡，則成了某種刑罰。腰腹收緊，脊背挺直，用大腿的力量起來。每一次發力，都像是從疲憊的深潭裡艱難地撈起自己沉重的軀體。意識在重複的彎與直中浮沉，有時幾乎要陷入短暫的空白，只剩下身體還在機械地執行指令，仿佛靈魂暫時離席。師傅曾說：河粉啊，吃的是個水字。夜裡做，天不亮送，搶的就是那口鮮氣，這便是我們與別家不同之處。別的工廠或許在白天生產，更輕鬆，更符合常人的作息，但老闆堅持最好的河粉必須在夜裡誕生。清涼的夜氣能鎖住水分，趕在日出前送達，口感才能達到頂峰。你看着這新鮮出機、水潤晶瑩的河粉，它嬌氣得很，幾個鐘頭之後，水分一乾，質地就會變硬，爽滑盡失。這份固執讓我們的夜班成為必然，也讓那一板板雪白擁有了別家難以企及的油韌與鮮活。我們用身體的晝夜顛倒，換取食材最美的瞬間。我們這疲乏不堪的夜，竟是為了封存那轉瞬即逝的鮮。這念頭在困極時閃過，帶着一絲荒謬的清醒。就像那竿沉默的傳統磅秤，守着一種或許被視為過時的準則；就像那細心調控的植物油龍頭，與師傅手中那根測試黏度的細竹籤，圖的也是一份心頭的安定與傳承的準。凌晨4點半，身體與精神都抵達了一個麻木的平原，倦意深入骨髓，連思緒都變得緩慢而稀薄。而這時，第一縷屬於白天的清冷的氣息會從換氣扇那裡微弱地透進來，像一根細針，輕輕刺痛混沌的感官。貨車的引擎聲由遠及近，我們振作起最後一點精力，加快動作，將最後一批溫潤的河粉板送走。根據訂單，我們熟練地分裝，超過40斤的大單，便將搭好的粉穩穩放入牢固的紙箱。零散的小額訂單，則由一位被大家喚作雲姐的資深女工專門負責，用透明的厚膠袋仔細裝好，一眼便能看見裡面的潔白。這些小單份量各異，有的25斤，有的甚至只有18斤。我見他處理得一樣仔細，
忍不住問：雲姐，這些小訂單費一個人手專門包裝，又賺不了多少，何不專心做大單省事？雲姐將一份18斤的粉袋口扎緊，平靜地說：不能這樣計算，我們想服務好每一位客人，不論訂單大小。很多小訂單是幾十年的老街坊生意，從前訂得很多，如今市道不如以往，他們訂得少了，但情分還在。我們不能失去這些長期的客人，就算這些小訂單工廠沒什麼盈利，也還是要照做，要準時。他們將流入尚未醒來的城市，去完成他們的使命。我們的客戶是城中知名的食肆窩仔記、樂華餐廳、大家吃。送貨工人會在這5點鐘的朦朧晨光中，將這份潔白準時送達他們的後門。然後在6點整，當全港的茶餐廳紛紛亮起燈火，拉起鐵閘開始營業時，這份從我們手中流出的最新鮮也最有口感的潔白，便會成為窩仔記鑊氣十足的乾炒牛河，樂華餐廳清湯裏的滑嫩湯河，大家吃晶瑩的鮮蝦腸粉，出現在無數個早餐的碟上。天快亮了，我關掉機器，世界就然安靜。那持續了一夜的對抗疲倦的緊繃感，砰地一聲斷了。接下來是收尾的必須，拆洗機器。這是最講求工業安全的時刻，尤其是那些隱藏在機腹內用來切割的鋒利刀片。師傅的叮囑在耳邊：清潔是良心，安全是生命。關了電，鎖了閘，手要穩，眼要明，我們相互提醒，小心翼翼地把部件拆下，用溫水沖去每一個角落殘留的米漿。手指絕不貿然探入看不清的內部，那份對封印的敬畏，是深植於肌肉的記憶，與追求水潤口感一樣，與那杆傳統磅秤所代表的固執，與調油龍頭的精細，與測試薄膜的那份手感一樣，是這份工作不容打折的堅持。走出廠房，晨風清冽，吹在汗濕的背上，激起一陣戰慄。那濃得化不開的米漿與熟植物油的暖香，迅速被風撕碎帶走。回頭望去，廠房在漸亮的天光下靜默無聲。我突然明白，這不僅僅是一份夜工，在每個香港沉睡的深夜，在無數這樣的角落，總有人頂着疲乏，用近乎固執的專注，對抗着體力的極限與精神的磨耗，只為了守住一些簡單的東西，比如一碟河粉該有的最新鮮爽滑的水潤口感，比如一杆老磅秤所維繫的對傳統與準繩的信守，比如那控制油量的細心，那測試成品的經驗手感，還有那份不計較訂單大小，對老街坊客人的不離不棄。這或許就是滲進這城市骨血裏的某種精神，不辭勞苦，將手上那件事，為了那份樸素的品質與情誼，做到最盡。沒有口號，只有重複了千萬次的1、2、3踏，只有搬運時沉甸甸的喘息，拆洗時對刀鋒的敬畏，清涼時對傳統的執着，以及用疲憊換來天明時分無數食肆裏的熱氣蒸騰。這是一種沉默的盡責，一脈相承的韌勁，在每一滴夜汗與每一片溫潤的潔白中無聲流轉。而我帶着一身快要散架的酸軟和頭腦裏揮之不去的昏沉，像個影子般慢慢走回即將甦醒的日常裏去。這夜的記憶連同那疲乏的心臟，也將像河粉的水分一樣，在光天化日下悄然蒸發，不留痕跡。但我知道那份為了做好而咬牙堅持的韌性，已和那晨風中的米香一樣，成了這城市新陳代謝裏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血肉的一部分。而這一切只在年30與年初一那極為短暫的寂靜中，獲得一次深深的呼吸。